这是鸡翅做法新配方，好吃到骨头都要吃掉，快来试试吧。好嘞，首先准备1斤鸡翅1切2半，准备1点辣椒丝用水泡一下防止炒糊，准备腌料食盐、白糖、胡椒粉各来1勺，2勺生抽，几片姜片和大蒜片，抓拌均匀腌制10分钟。调制酱汁：蜂蜜1勺，食盐1勺，白糖2勺，味精半勺，1勺生抽，半勺老抽，半碗清水。盘子里倒入土豆淀粉和木薯淀粉各100克拌匀，放入鸡翅裹满淀粉，起锅放入多多的食用油，油热一个个下入鸡翅，保持中小火，炸至金黄捞出，火稍微大一点，油热下鸡翅复炸40分，锅留底油，小火把辣椒炒香后放入蒜末，蒜末微黄后下入料汁，大火烧至冒泡下入鸡翅，快速翻拌均匀后撒上芝麻即可出锅，一道外脆里嫩、香辣入味的蒜香甜辣鸡翅就做好了。